大家嘛差不多今年啦吼，今年的体育班应该到12分做就结束啦吼。今年可能最后一班就结束体育班啦吼。即摆落来就是面对着咱的迄个呐，迄个辉哥班嘛吼。啊，辉哥班，咱的2728，咱的领袖甲咱的组长一定要做注意，因为一年当地内底的辉哥班。 甲生存啊，这足重要的物件。因为咱咧甲讲起这两个班，伊领袖甲组长做无用，啥物人无出来鼓励？毋是讲啊，考去顶悬，你要来，我嘛毋知影，随便就是安。所以什么叫做责任负起？咱连以来，咱的迄个青上的迄个回国班，新春的大下场，咱本来是500个人口的。 但是入班嘛有350几个，即摆感觉输几个严啦。去年200个徛袂起啊，100几个。当然等于袂等于啦吼，但是无出来话，无出来，伊无感觉重要的物件。出去你是什物件？这是一个年轻人当中，是一个许多我甲先生讲足重要的工作，嘛是咱青口一属一个足重要的本质的工作。但是。 因留去放弃这个条件，放弃这个条件，所以今日伊毋知影，毋是伊也会放弃。啊，虽然领袖，咱叫领袖，咱组长，咱的点文书，就是咧负起这个责任，咧负起这个责任，叫做反省、反省，吼。啊，若今日毋免咱反省，啊，点文书要创啊，领袖要创啊，组长要创啊。 哦，感谢呢。哦，人咧就反省啦，就反正人逐工变啊较心心啊，咱就咧组织要创啊，咱唔免啦。所以今日领袖领厝迄个责任，领迄个责任推动到，但是咱今日领导，点样说嘛是领导，领导嘛是领导，组长嘛是领导，啊，你什么领导？ 领向真理的指示，导向使命的地方。咱心里的领导是一个作思想，但是咱心里的领袖一个组长一个点样说好，咱把这个领导装来装来咱不能领导。所以无怪咱的道中一直咧往下。所以我希望啦吼，因为咱心有一个遮重要、神圣的责任。 把这个神圣的使命，我们真的责任要负起。哦，这是咱同学啦吼，啊，透过这个班，甲咱各位大家做一个勉励啦吼。也是件事，哦，伊歹势甲咱鼓励，啊，因为我即摆是用电视咧做，拢在电视在安排。但是我看到咱的班处，注重着差不多因领名现在这领名已经超9年，往下是啊，这全部人才往下。当时我开的时阵，嘛差不多200个，200个入班的人员，但是